廣州3日2夜嚟到第2日，去陳家祠站食早餐，勁抽大排檔，小紅書好多人介紹。招牌燒鵝即叫即燒，皮脆肉香，特汁雞翼麻麻，皮蛋菜心正常，整體7分，可以一試。食完就去行陳家祠，10蚊入場，滿滿雕刻工藝，打卡一流。行15分鐘轉戰西華路掃街，藤原生煎包爆汁，小心熱啊！永昌餅間買手信，試埋隔離間拉茶，一般般，可以 pass。沙面島必到，英法殖民風格建築，影相超靚。行到攰，揾間 cafe chill 下，再殺去永慶坊，舊屋變文創，夜晚燈光靚爆。行到夠鐘食飯 ，YouTube 好多推介鳳小館，叫咗4樣嘢，普普通通，我俾5分。第3日瞓到自然醒，早餐叫外賣喺酒店食，廣州行街買衫超平，走之前飲多杯 Avocado， 好飲又打卡。鍾意呢個3日2夜嘅行程，就記得 like 同 follow，我哋下個地方見啦〜